主是我的牧者，詩篇23篇1節。耶和華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大衛喺呢度將自己比喻做羊，將耶和華比喻作為羊嘅牧者，因為佢由細個開始就為佢父親去牧羊啦，最了解羊同牧者之間嘅關係。羊係牧者嘅產業，係牧者所愛護嘅。牧者係羊嘅保護，係羊嘅平安，亦都係羊嘅嚮導。羊有咗牧者就等於有咗供應，可以得着飽足同埋安息啦。如果冇咗牧者嘅羊，必定會成為迷途嘅羊，俾豺狼吞吃。大衛就提出耶和華係我嘅牧者，就講出咗神係佢一生嘅主啦。引領佢嘅道路，係佢嘅平安同埋安息，亦都係佢隨時嘅拯救同埋幫助，係佢嘅供應同埋滿足。親愛嘅弟兄姊妹，你係咪亦都以主作為你嘅牧者呢？如果我哋真係以主做我哋嘅牧者，我哋就必定會尊主為大，凡事都會聽從我哋靈魂嘅大牧人主耶穌嘅引領。凡事信託佢，天天去親近佢，以佢為安息，為滿足，一生緊緊咁跟隨住佢，亦都唔會離開主嘅群羊，即係主嘅教會。請留意，一隻單獨離群嘅羊，必定會成為一個迷途嘅羊。我哋應該時常都存信心，而且係信服嘅心，跟隨主羊群嘅腳蹤，一齊去享受大牧者耶穌基督嘅慈愛同埋恩典。大衛話：我必不致缺乏。喺英文嘅聖經嘅另一個譯法係話：我就唔想再要啲乜嘢啦。意思即係話主做咗我嘅牧者，我就已經足夠滿足啦。即使經過死蔭嘅幽谷，亦都唔怕遭害。因為有牧者同我同在。請問你係咪以主為你嘅滿足，一生聽從佢，信靠佢呢？親愛嘅天父，感謝你做我生命中嘅大牧者。喺我迷惘嘅時候，你親自引領我；喺我疲憊嘅時候，你賜俾我安息。求你保守我嘅心，令我一生唔偏離你嘅羊群，緊緊跟隨主耶穌嘅腳蹤，以你嘅同在為我最大嘅滿足同埋足夠。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嘅名字，阿門。